今次呢一段課前影片課題係份數除法。首先，我哋重溫一下上堂學過嘅內容先。我哋學咗整數除以整數嘅計算方法。我哋可以用一個份數嚟表示呢個除法結果，譬如2除以3就等於2/3， 2作為分子，而3就作為分母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學咗份數除以整數，譬如2/3除以3可以睇成2/3乘以1/3，即係話如果一個份數除以整數嘅話，我哋可以睇成將個份數乘以嗰個整數嘅倒數。不過0係唔包括在內㗎。今次呢段片講嘅係第3個學習重點，就係除數係份數嘅份數除法。即係話整數除以一個份數。第3個學習重點同除法嘅包含概念有關。除法除咗用嚟分物之外，亦都可以用嚟計算包含嘅題目，就好似呢一條咁樣。將6粒草莓每2粒分成1份，可以分成幾多份呢？其實呢一條就係問緊6入邊包含咗幾多個2。我哋可以用除法6除以2揾出答案。答案就係3，即係話6入邊包含咗3個2。跟住我哋睇呢一題，將5個梨每1/2個分成一碟，可以分成幾多碟呢？呢條題目其實問緊5入邊包含咗幾多個1/2，所以我哋可以用除法5除以1/2揾到答案。首先我哋要揾1/2個梨出嚟先。如果我哋將一個梨等分成2份嘅話，每一份就係1/2個梨啦。咁而家總共有5個梨，每個都1分為2嘅話，總共就有5乘以2咁多份。咁即係話就可以分成10碟。從呢個例子我哋可以睇到5除以1/2可以睇成係5乘以2。我哋再睇多一個例子。將3個橙每1/4個分成一碟，可以分成幾多碟啊？呢條問題係問緊3入邊包含咗幾多個1/4，所以我哋用除法3除以1/4可以揾到答案。咁我哋要揾咗1/4個出嚟先。我哋將每個橙等分成4份嘅話呢，每份就會係1/4個啦。咁呢度有3個橙，每個橙都1分為4，所以就可以分成3乘4咁多份喎。咁從以上例子，我哋會知道3除以1/4可以睇成係3乘以4，答案就係分到12碟啦。講完以上嘅例子，我哋嚟一個總結啦。整數除以份數，譬如5除以1/2可以睇成係5乘以2，3除以1/4可以睇成係3乘以4。呢段影片講解到呢一度啦，大家繼續完成 MS Form 嘅練習，拜拜。